咦，到底有啲咩事令到呢個小毛毛會咁開心嘅？佢直頭開心到要扭下擰下。其實之前呢條片已經分享過，舊年我由香港帶咗呢個小妹妹嚟珠海居住，眨下眼已經差唔多1年時間啦。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回顧一下過去1年狗公主喺珠海嘅生活。想知道狗狗喺大灣區嘅真實情況，到底呢度係咪寵物友善嘅地方？同狗狗出街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事情？想知道所有答案嘅朋友仔，快啲去片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Angela 安琪兒。喺珠海，我最喜歡嘅商場就係華發商都，無論係金灣嘅華發商都，定係橫琴嘅華發商都，都係我嘅蒲點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佢哋嘅主打就係營造一個非常之寵物友善嘅氛圍。金灣嗰度佢哋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寵物樂園，裡面嘅設備非常之齊全，有齊飲水機、洗手台，仲有齊紙巾、膠袋同埋垃圾桶俾我哋鏟屎官用。對於好動嘅狗狗，仲有障礙賽嘅設備可以俾佢哋玩。香港都有一啲寵物友善嘅商場，但只限於俾你攜帶狗狗進入，狗狗係唔可以落地㗎。大家睇下狗公主嚟到呢度，可以同我一樣用對腳一齊去行商場㗎。你哋睇下呢個小妹妹喺商場嗰度開心到彈下彈下咁樣行㗎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呢度無論餐廳定係其他店鋪，差唔多超過90%都非常之歡迎你帶埋狗狗一齊進入。大家睇下，連健身室又或者髮型屋都可以，而且好多時去到髮型屋，佢哋仲會專登俾一間 VIP 房我，等我可以留喺房裡面洗頭，等狗狗嘅視線可以一直望住我，真係非常之細心啊！狗公主喺呢度非常之受歡迎，我去做頌缽按摩嗰間鋪頭啲姐姐直頭為佢着迷，啲姐姐仲會免費同佢敲缽做治療，你話係咪好着數呢？要令人哋喜歡你，自己都需要自律。我哋同佢去街，多數都會推架車仔，一嚟對佢舒適度高啲，二嚟可以減少對其他人嘅影響，所以非常之建議大家要入手一架質素比較好嘅手推車。既然話超過90%嘅地方係寵物友善，咁即係話仲有啲地方唔可以帶狗狗入去。呢啲地方主要係酒店，又或者係主打做商務客嘅餐廳，但係亦都有啲餐廳喺完全冇心理準備嘅情況底下，先至知道原來佢係禁止攜帶狗狗進入。例如金灣華發商都裏面就有一間餐廳動咗一個牌出嚟，係唔可以帶狗狗入去。另外喺中山有2間主打食農家菜嘅餐廳，都竟然係寵物不友善。因為我唔想影響人哋做生意，所以我唔會喺影片裏面公開呢啲店鋪嘅名稱。但係如果你都有養狗狗，想做定功課，知道係邊啲餐廳，避免去到先至要摸門釘嘅話，可以掃畫面上面嘅2維碼加我微信，大家可以分享更多大灣區嘅生活資訊。講開去玩，喺大灣區真係有好多草地可以俾大家同狗狗一齊去玩，但係喺春夏季期間，草地上面可能會有一啲嘢會對動物嘅健康構成威脅，例如草地上面可能會生長咗一啲不知名嘅菇，又或者經常會有一啲識喐或者唔識喐嘅蝸牛喺度。所以大家要確保嗰個草地係安全先至好俾狗狗去玩啊！狗公主非常喜歡去草地嗰度玩，但係最近我都減少咗俾佢喺草地上面玩嘅時間。早前因為傳染病嘅關係，我見到好多小區又或者公共地方嘅草地都經常噴晒一啲滅蚊嘅氣霧。大家睇下佢哋滅蚊嗰啲噴霧有幾厲害，就會明白點解呢段時間我會盡量避免帶佢去草地嗰度玩。除咗平時去草地玩，我發現大灣區原來有好多民宿都係寵物友善。我哋嚟咗珠海之後，帶咗呢個小妹妹去咗1次旅行，我哋一齊去咗清遠嗰度玩。呢一次係我哋大家一齊去旅行，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非常之難忘嘅回憶。話明退休生活，梗係要好好咁吃喝玩樂，食好嘢梗係要排第一位。嚟咗珠海之後，我每日都會煮一啲新鮮嘅肉類俾呢個小妹妹食。我經常會帶埋佢去超市嗰度，俾佢自己巡視一下嗰日邊一啲肉類夠新鮮夠靚。最初佢好喜歡食新鮮豬肉，後嚟中意食鴨肉。後來演化到要食新鮮手切牛肉，最近期就係要食手打牛丸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咁樣食法要好多錢。大家睇下喺超市買一盒新鮮嘅柿餅或者吊龍都只係20幾蚊一盒，佢可以食到2餐。而一盒新鮮手打牛丸有15粒，佢亦都可以食到2餐，即係話一餐其實平均只係需要大約10至13蚊。呢個小妹妹最中意食嘢，同人一樣，經常有唔同種類嘅好嘢食。佢嘅開心指數同埋體重都上升咗。呢個小妹妹3月就17歲啦。舊年啱啱嚟到珠海嘅時候，發現腎功能退化，一發現嘅時候已經去到腎3。經過調理，佢依家可以喺屋企裏面咁樣跑嚟跑去，每一日基本上差唔多24小時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唔同嘅地方玩。
無論對於人定係狗狗，相信都不枉此生。如果你都想分享交流養狗狗嘅心得，又或者了解更多狗狗喺大灣區生活嘅真實狀況，可以加我微信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仔，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啦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